松松，那也是些这个节约水泥，那东北这边宿舍班里的呀现在不管哪里的呀你那个都是相当学艺，现你的的程度也蛮高呀的，那个北京路这样的呀，从几个高，你现在那呀，他康穷啊，康永啊，康错啊，康什么？当然是的，主要这个是程度，第二也写出来呀，抱歉，写水月水泥，你写明了呀，也可成，他应该是为了爱你修是去修有。但我们这个名字的就是写的蛮多的，路途写的蛮多的，就一些给这个给不是用的，你这些人什么你没错了，那么是错的，毕竟多的有的什么什么就这个，现在都说说话，对的话，毕竟他你写的不是错，你是对呀，这个出场不是不。你晓得呀？有没学历？那是。Got